帶你哋睇下呢一款超薄邊櫃嘅設計到底有幾好用，外表簡約，打開空間又大。呢個13厘米嘅空間比2張普通化妝台可以放更多嘢，裏面層板都係活動嘅層板，可以放各種高度嘅物品，從上到下分區合理，護膚化妝備用品區都安排妥當。中間2格主要放化妝品，用呢種指甲油收納架同筆筒，攞嘢非常方便。後面都唔浪費空間，貼上一塊羊毛氈，耳環首飾通通掛上去，一目了然。仲有護膚品，用呢一種 L 型透明擋板就唔怕跌落地。上面嘅空間都唔好嘥啦，貼4個小櫃桶放橡筋髮飾，再加一支伸縮桿放頭箍，旁邊仲可以放一啲髮夾。最頂2格係紙巾存貨同藥物收納，最底下需要彎腰嘅就放比較重同唔常用嘅雜物。櫃門我都冇浪費，貼一塊鏡同摺疊台面板。化妝嘅時候臨時放化妝品同工具，仲可以放手機，邊睇教學邊化妝。梳就掛喺旁邊，下面仲加咗一條窗簾軌，用嚟放頭巾同頭箍。